观众朋友，今日个项目翻视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其实前一阵呢，我哋有看到一个影片，喺地位讲，我哋呢女主角搞一啲人到比行杂咧，结果比到北韩戏嘅一啲韩国片。比行杂其实喺我哋呢国外来讲嘅话，算是一啲可以常看到嘅一啲极限运动，但是喺国内话，可能因为条件嗰是其实贵少人嚟搞。你今日有請到來賓喺睇我哋屏東水價比較長嘅一啲樹教練吼，但是樹教練伊今日來一片，我同人講乜咁多比行雜，同時伊要注意嘅係乜嘅事情，我哋馬上歡迎我哋樹教練來現場，樹教練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來自屏東賽嘉飛行場的蘇教練蘇佩倫。佩倫教練哈，是要請問一下，因為我哋頭都從我講。前一陣咪有個韓國片嘛，哈，那個就是他講他女主角就是玩飛行傘飛到北韓那個故事。愛的迫降。對對，愛的迫降。我第一個問題就是說，是不是因為那一個影片之後，結果去玩飛行傘的人有沒有比較多？有這樣的來的客人哈，他們就真衝着就是說，我看了那個韓國的那個連續劇，然後愛的迫降就來了。像上個禮拜也有一個，他就說他想要掛在樹上，我說呀，他等那個選什麼？是金玄彬來救他，所以像這樣的劇情也是對我們這個產業也是有一些宣傳的效果啦。掛在樹上沒得好事情吧？掛在樹上其實是危險的吧？不會像劇中裡面演的那麼的詩情畫意啊。當然這個部分就是說，他當然是有出到一些狀況才會去掛在樹上。對啊，對，所以我們正常還是會在平地上降落的。相信佢睇到我哋節目一開始哈，係咪唱嘅人咧樹教練同嘅人，他有紹介一下講，你跟我們介紹一下說，飛行傘到底是一個怎樣的運動？飛行傘事實上，它是一個很多人在看這個活動，他會覺得很危險，好像很恐怖一樣。事實上，在我從事這個飛行活動有42年了，那在我的感覺裡面，它是一個非常好的運動，特別很舒壓的一個運動。當你飛在空中，那麼視野那麼寬廣的時候，你的心情都舒暢起來。有很多的客人跟我反映說，哇，真的超舒壓的，所以我是覺得它是一個非常好可以推廣的一個活動。是。那因為我想講，從我講，譬如講我哋去騎腳踏車啊，就買啲腳踏車都好嘅；冇都講我哋去溜那個直排輪啊，哈，就買啲輪都好嘅。但是我哋要比飛行雜方，我哋係咪要準備幾多冇同樣嘅東西呢？像目前台灣就有很多場地，幾乎像北部啦、中部、南部、花東都有。只要你消費者或是遊客去到一個地方，事先預約，或是說去到現場剛好有人在非天氣允許的情況之下，都可以去參加這樣的一個體驗活動，都有教練去帶。對，等於如果我哋其實係唔是買乜嘅裝備，去到幾片去報名都可以嘅。剛剛按你發，我到現場報名之後，那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去參加這種體驗活動嗎？它有沒有一種類似說，年齡上的限制啊，身體上的限制，或者是健康上的限制？當然這個部分年齡上就是說最少7歲以上啊，或者是說年紀在一個安全的範圍內，大概規定裡面大概在75歲以下。當然超過75歲要看他的身體狀況了。那另外就是說，每一個人體重的部分，就是我們的傘具現在最高的承載重大概在130。130的話，其實都等於大部分的人都可以去搞啦，哈。對。剛才的話，譬如講頭先嚟講健康問題來講哈，雖然我們從人哋有75歲嘛，哈，但是健康問題，譬如講有高血壓啦，哈，有心臟病嗰啲嘛可以哈。對，基本上身體的狀況，我們還是會現場會給他一份身體的一個健康生命表，讓他去填啊。比如說他有高血壓啊、心臟病之類的疾病，當然盡量避免。但是如果只是輕微的，那我們會去衡量他的狀況，也可以去參加的。是。但是我想講，其實最重要的係懼高症吧。我覺得，於是對各種人來講，我發現慢慢人嘅問題，慢慢健康問題。對。最大的問題係我心魔那個懼高症，但是因為
我的呢飞行闸其实我有教练的嘛哈，我前的车前面，但是问题是有可能讲我有惧高症，我们去搞飞行伞的。针对这惧高症的东西哈，我常常在山上在起飞场跟游客开玩笑，他说我们就治3种病：心脏病、高血压跟惧高症。这是一个笑话了哈。当然，惧高症这个不是病，心理上的一个障碍。所以基本上我们经过我们跟他沟通聊天，慢慢放下他的心防，大致上都可以去接受的。对。可是你知道吗？英国读过案的过多案的案例，就是说一开始跟你讲说教练我很怕，结果飞出去之后发现他开心的很那种。有这样的情况啊，有一个我记得前2年他们全家都来了，就唯独一个男生，他稍微微胖，他就是非常的怕，所有人都飞完了，他就是硬扯到最后他扯出去了。出去都骂3字经，但是飞完真的他的感受是特别深刻。也就等于讲，因为你的天数，他跨越了自己的那个障碍，对，就是说，因为你没办法走到，但是没想到比出去以后，发现到讲，伊走的都嗰種感覺。咁對於一般的人來講嘅話，其實像更加比行雜算喺台灣的話，算是一啲人嚟講。其實因為可能跟體型的關係啦，嗰時我哋冇看到很多地方有啲比行雜，但是我哋講其實屏東縣有一啲賽鴿飛行場，好算是我哋台灣第一啲嘛係唯一的合法的一啲比行雜嘅地方嘛吼。咁我想問一下，像你這個做教練研究以後啊，像你這個有讀到過驚險的事情？事實上，飛行活動不管是特別是在大自然的一個活動，我們可以說是天氣。氣候是唯一要注意的地方，像登山一樣，天候、天氣都是我們最大的敵人，也是最好的朋友。我們要飛行，也要靠氣流去飛行，但是太大的氣流、不好的天氣也會造成我們的意外。對，像這類的東西，我常常跟學生講，我在上課，我常常跟學生在看天。請他們來看天氣的變化，所以我們對天氣的變化的掌握是要非常細膩的。所以，也曾經我有一次帶着客人飛上去，然後發生了就是說華南氣流、西南氣流進來了，開始累積了一些午後的對流雲產生了。當時以前比較沒有那麼發達的時代，像雷達回波圖啦，手機可以去預測到。下一波的氣流什麼時候進來？那時候就幾乎都是只能去，已經到了，我們才感受到那個氣流。那有一次我帶着客人就飛上去了，但是忽然間，哇，怎麼越飛越高，越飛越高？哇，我一看天色不對，而且那氣流來得很快，然後我就往北邊跑，哇，一邊跑就一邊做動作，一邊講要把自己消耗高度，哇，做了很多動作。做了一些螺旋動作啦，很多很激烈的動作。那還好，那個遊客他不知道，他覺得很好玩，哇，特別啊！今天對，好像是那種感覺，坐雲霄飛車的感覺。結果我說捏了一大把冷汗啊，結果就降在那個高速的一個鳳梨田上面去。對，後來我下來，我要問他說，你怕不怕？哇，超刺激這樣。但是教練嚇得要死。但是真的，我們是已經嚇死了，你知道嗎？對啊，因為專家真的就看天氣啦，哈，唔係專家嘢都睇教啦。是。對，嗰時對人來講法，但是問題係講，譬如講從咱的一啲比行來講嘅話，而係要高度下降嘅時間，會有壓力上嘅問題嗎？基本上我們的高度都還好，我們的高度大概都飛在1000以內左右，所以基本上沒有那種像高山症的一種問題產生。所以在飛行這一塊就比較沒有這個顧忌。當然你個人飛行，它也可能飛到2000、3000，但是一般我們從事這樣的活動的人，他已經習慣了，就不會有這種現象。因為可能以前我從來我睇新聞就會看到講萬要個飛嗰種比行閘，還有比半風吹到台東去，像這樣的事情，做乜個做成安的事情那個情況事實上應該不是真的吹到台東去了，是有傘友本身
从赛嘉曾经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他从赛嘉起飞，就飞到太马里去。哦，他个人在突破冒险的一个飞行的一个过程。佢第二都講，一吞呢時間一天一比嘅貴人，佢同時嘅話，而嘛一啲講氣流一樣嘅去才能可能去比到太馬里嗰邊去呢？因为赛嘉它得天獨厚的一个地理位置，因为我们南北走向的一个中央山脉，那赛嘉本身又是靠紧邻爱辽西，所以我们整个沿着整个中央山脉在飞行，所以那边的落差都是够的。像北大武、南大武这样的一个高山的一个林线，它是只要在我们起飞以后，它拉到一定的高度，大概2-3千公尺以后，它要越过这样的一个中央山脉是有机会的，是这样。哦，嗰時等於你講，其實跟中外的天墩跟愛遼西的那種溪谷，然後有一定的高度的話，它其實是可以飛到這麼遠的一個距離。對，它是利用我們平原上的熱氣流。那因為我們得天獨厚有一個愛遼西很大的一個河床的地，河床它會產生很大的一個熱氣。咁一般來講嘅話，人哋賽嘉飛行場，它的一般的所謂的我們遊客體驗的那種飛行的時間啊，大概有多長？原則上這個部分有時候常常遊客在問我這個問題。說實話，天候氣流這個東西我們是看不到，是，所以我常常跟客人講就，看長相，看長相，長得美的就飛得遠嘛，這是開玩笑的話。但是原則上啦，一個消費者來到我們這邊，它是一個消費行為。那我們在基於消保法的一個保障消費者的一個權利上，我們定一個最低的標準，大概在6分鐘。那如果沒有達到這個分數，我們可以再要求重飛一次。那正常在飛行大概都在10分鐘上下。觀眾朋友，講到更加唔對飛行者有一天的認識了冇？休息下我等下我哋咪有嗰度講精彩故事。歡迎過來福起來嘅，收到節目我就來自屏東賽嘉蘇飛輪蘇教練同我哋收嘅馬格安多飛行者。我都想問一下我哋蘇教練，頭有時候講了飛行嘅時候有乜嘅條件，但是落地降落的條件，怎樣的才是一個飛行場它降落的一個地方的一個條件呢？那現在在規範上，體育署教育部體育署現在都有一個比較明確的一個規範出來了。像起飛場，它要最少10公尺乘以25公尺的一個範圍，那降落場就要有一個25乘以25公尺的一個範圍，那這是有明文規定的一個規定哈。那當然，我們的場地是超乎這樣的一個規範了，它是以最小的一個規範哈。那像賽嘉它就有3-4倍大，那降落場大概有10倍大概20-30倍大以上有，所以那當然這是比較越大，當然越安全了。因為其實我都喺度人離譜啦，嗰時其實賽嘉啊從頭我去，可是其實我就想講，給降落的那一塊田是你們租下來的嗎？因為上面看很大一片誒。是，降落那一塊現在目前以前是河川地，河川的一個高灘地，那是由河川局在管理。那因為我們從民國60幾年就開始飛，那一直常用那一塊地。那用久了以後，當時的那個貿管處現在的貿管處接手管理我們這一塊的一個風景區，所以河川局就把它委管給茂林國家風景管理處。那目前為止，就是說我們去跟茂林國家風景區去認養這一塊土地，就是我們要去管理使用，要割草，要維護，所以現在是政府機關無償讓我們去使用它。係，你想同多人講，其實我哋咧賽嘉嘅飛行場其實已經規劃嘅規矩啦，然後其實馬係講像台灣個有名嘅一啲飛行場，但是我想問一下，以國內境界法律來講嘅話，國內對於飛行場的合法性這個問題啊，它有什麼相關的規定？這個部分在102年12月5號，教育部體育署特別有去定一個輔導辦法，就剛我講的那些規範。是。希望他把這個規範定出來以後，然後希望全台灣的所有業者能夠
地方去定一个自治条例去做管理。那很可惜，就是说只有我们屏东县政府在97年自己就先定了这样的一个管理办法，所以我们才能够号称说，目前为台湾唯一正式合法的一个场地，因为有自治条例，有法源依据，所以它就可以正式的去申请这样的一个场证。那其他县市因为地方政府他们不想去定这个自治条例，所以目前为止他们各个其他的县市都是无法可管，所以他们你说他非法，他无法可管，也不能说他非法，只是说在这一个区块里面有一点灰色了。那现在的宜兰最近也已经定了办法，也在公告实施当中。对，可是等于讲，其实屏东县迄最早去听也要自治条例，是。那同时我们所以干嘛去申请的也要合法性啊？等于说我们现在赛价就是一个符合这个自治条例要求的一个合法的一个飞行伞。对。刚才提供其实屏东县政府颁布也要自治条例的时候，然后刚我们提供的所以讲飞航从以为到去争取也要合法的伊个条件的话，你的还没提冲体上面所有规台的偏方，我讲规定的规度某什么部分啊？当初就是因为全台湾没有这样的一个法，那没有办法去管理，所以几乎有很多意外的事故去产生了。那产生以后就变成就是说，主管机关它慢慢像我们屏东县就发现到说，那为什么这样的活动没有一个法可以去管理它们？那你也不能管理的情况之下，你就没办法让业者能够有遵循的一个法源依据去申请一个正常的一个营业登记啦，或是说它的一个规范。所以当初县府就召集了我们业者去相关的一些协会专家都来做这样的一个会议的讨论，后来就定出这样的一个初稿出来初步的一个管理。那当然我们经历了这一段时间也是非常的难过，我整整申请这个场证花了8年，经历了2任的县长，才让我争取到这样的一个场证，所以这一段路程也是蛮艰辛的。是，就等于讲，虽然说这个法定在那边了，但其实要去完成这个法要求的一个条件，其实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对，当初定了法，让我们要去申请这样，像土地取得啦，土地的使用授权啦，像这类的东西，你没有一个法源依据，那有了法源依据，要去取得这样的同意，有时候是比较难的事情。再来，它有相关的法规那后来慢慢的修正之后，那慢慢我们才能有这样的一个能够去合法它。那像对全台湾来说的话，还有哪些地方是有飞行场的一个，不管它有没有合法了，就是说它有在飞行场那个飞行的。像目前我们就从北部开始介绍北部这个部分就是从万里，万里回收安，它也是蛮久的历史了那万里有海上托育跟山上飞行，现在目前有2个场地，接下来就是宜兰头城头城那边也有飞行场地，再沿整个下来就花莲现在也是蛮流行的再来就台东台东就鹿野高台热气球这一块他们也蛮好。那再来就中部就是埔里埔里那个虎头山那边目前也有2个场地，那接下来南部就是只有赛嘉这个样子。那谈好了，其实全台湾来讲的话，其实嘛有几头地方是好去比飞航闸了我谈过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台湾其实是亚洲最适合飞行伞的地方嘛，是为什么？台湾刚好位于整个东南亚的整个正中央比如说北方有日本、韩国我们的西边就是中国大陆，南方菲律宾、新加坡、越南这一个区块，我们刚好在这个地理位置上，它又是一个海岛性的一个国家。那像冬季，特别是在冬季，日本、韩国为什么他们到冬季下雪了，没地方飞，就是我们台湾。而且日本人对台湾是有一份很深厚的一个情感，所以他们对我们赛嘉又特别有一份情感，所以他们每年只要到冬季，非得来我们这边做朝圣的一个飞行活动，是这个样子。对我们说好了说，其实在冬天的方，台湾没落雪嘛其实
比嗰度北部的國家來講嘅話，其實係算是個小農類的地方啦。可是我都變成講韓國、日本的人客可能會嗰度。那我想請問一下，就是說，那一般來說的話，以台灣四季來說的話，什麼時候的遊客會比較多？哦，台灣內地的遊客，我們賽嘉來說算蠻平均的。哦，比如說我們一年四季都能飛的場地嘛。那為什麼一年四季？像很多花東到冬季，東北季風來了。那花東剛好是一個迎風面的一個場域，所以它風比較大，又是陰雨，所以花東到冬季基本上都不太適合飛行。那為什麼屏東沒受到影響？因為中央山脈夠高，3000多，所以剛好把東北季風擋住了。好，那特別是在南部就不受東北季風的影響。那反而呢，屏東是一個很溫暖，反而風和日麗。又沒有華南氣流的影響，所以它不下雨，所以我們在冬季是非常飛行的一個旺季。但是我哋講，其實台灣一年四季吹嘅風無窮樣啊，咁你唔會影響到我哋睇水價嘅一個比航嘅一個情形嘛？對，屏東它的得天獨厚的位置，就是因為我們整個海，就是我們是一個海島性的一個地形，所以我們是白天是吹海風。海上的風往陸地上吹，到了晚上是山上的風往海上去吹，所以它是一個循環的。所以我們白天剛好我們的賽嘉是面向西邊，剛好面向台灣海峽，所以它白天吹的是正西風。那又加上東北季風稍微壓的話，它會偏北風、西北風。那整個賽嘉來看起來，它西風、西北風是最好飛行的一個地理位置。所以說，季節對你們來說其實是沒有多大的影響的。只是夏季我們南部比較午後有雷陣雨的情況之下，所以我們在夏季飛行裡面，我們盡量都會在中午2點以前飛完。下午如果有變天的話，大概中午2點以後就不飛了。那以目前狀況來說的話，顧客的年齡層大概是介於怎樣的年齡層？目前的年齡層裡面，我們事實上最小的帶到3歲以上，但是跟媽媽上去了。那最大的年紀在國內有90幾歲的，已經有這樣的情況。是，那我們在賽嘉大概有87歲的阿嬤也來嘗試飛過了，而且造成一個很大的風洞。所以說等於說它幾乎是不分老少都是適合嘛？當然。他因為有教練去帶他，只要你覺得你身體狀況好，你願意去嘗試的話，是值得飛行的一個活動。但是沒有人跟我講，因為水價係山風嘛，佢說其實以山風嘅差冇咁多。那這一部分，因為賽嘉在山上，那其實交通的問題對於有一些遊客來說，他可能不是每個人都會自己開車。那你沒有什麼方式去可以讓他可以到那個山上賽嘉去呢？這一塊哈，我們也常常面臨到很多遊客有這樣的困擾，特別是因為我們賽嘉基本上的交通大眾運輸比較不方便的情況之下，我們就採取一個政策，就是說，每天早上9點鐘，我們會有一班車從屏東火車站接駁，就是從屏東火車站接駁上去。對，然後要不要事先預約？當然，這個部分要事先預約。我們現在大部分都是採用預約制的模式，這樣比較有控制我們的一個車流。好，那這樣子，他到山上體驗完這個活動之後，那要回去呢？回去就比較簡單。回去因為當地我們有公車站嘛，公車站像高速這邊就有高速的一個公車站，往屏東火車站坐的。那班次我們就大概會抓準那個時間。把客人帶到公車站去，讓他們搭公車回來。好，等於就是我們集合接駁到賽嘉，賽嘉完之後，因為每個人體驗的活動的時間長短不一樣嘛，所以說之後就是由自己去決定什麼時候下山去，但是你們會把它載到公車站牌去。是，那這樣子對於其實單身啊，或者是一個人前往的人來說，真的就方便很多。對。可是我們談下要飛行站的一啲體驗發通以後，我發現到講其實更加人幾多人如果去體驗也發通哦，其實下啲行啊，同埋嗰度我精彩故事哦。
翻过来复起来的，说那些梦啊，就来自屏东的苏教练同的设计，所以加飞行场的一些事情。我想要请问一下苏教练哦，那一般来说的话，我们现在先分2个问题好了。好，一般来说，一般的玩家，他假如要自己去玩飞行伞的话，他要考证照吗？对，我们针对想要飞行的这些人哈，那我们有开设这样的初级班，他只要为期10天的一个密集训练，他就会拥有一个初级证。那初级证取到以后，他就可以买伞具，然后再继续练习，继续可以自己飞行。那初级班里面他学到的内容是什么？哦，初级班学习的内容还蛮多的，就从飞行的原理到它的整个气候，那怎么样操作伞具，那安全规范，那再来就是地面练习，地面练习如何把伞起来，那怎么去操控伞具。那现在比较好教学，就是因为有双人伞，有教练直接就带上去天空去教学，就比较容易去学。等于是说，那你这个头讲，你升年以后，你就可以自己去买伞具。那自己去买伞具的话，表示说我就可以自己跳了吗？对，在这个过程里面，初级班里面，他在我们的教学里面要单飞30次，已经有单飞30次了。这10天里面，10天要单飞30次，我想说不对，你刚刚不是说10天吗？可是10天我怎么单飞30次啊？对，10天里面就单飞30次了。像今天我们一个女学生，她北部下来，她今天就飞了5趟，光今天就飞5趟。哦，好吧，我们就要1天飞5趟。对，那等于是30次的话，你至少那10天里面有6天你都要飞5趟，才会至少满30次嘛。差不多，因为什么抓10天？因为有时候是1天飞2次、3次也不一定，因为有地面教学嘛，也不是每天都在飞。那我们是学科跟术科一起教，所以时间上会拉到10天。哦，学科跟术科共下搞了错个，等于讲，唔可能一方面的上课一下晝都去跳诶，等于是早上在上课，下午可能就开始去跳了。对，我们是搭配去教学。是，不是说学完10天之后才开始会有所谓的术科的练习那样。哦，没有，这样太长了。所以我们在10天的一个密集班里面，他可以拥有到 P2 的一个证照。那 P2 他自己就可以开始买装备。那买了装备以后，当然 P2 还是要有教练在现场的时候才能飞。就是说保姆教练就是要看着一下。等到他晋级到 P3 以后，他就可以全省去每一个场地去飞行。那 P2 到 P3，它也是有一个类似的学习的过程，或者是一个考照的过程吗？哦，有。我们 P1 也是要学科嘛，学科考试嘛。那现在我们所有的题库都是教育部体育署定的，那800多题，上网都可以去取得到这样的题库。那这些题库里面，每一次考试我们都攫取100题来考。那学科、术科，在术科的部分，它一定要达到一个晋级的一个次数。比如说 P2 一定要达到30次嘛。对。那再加上在后续在15趟、20趟，就能够再考 P3。对，就是用次数去累积的。所以说 P2 到 P3，其实后来就是以次数的方式对去累积自己的飞行经验的意思。那P3算是一个到时候是会集中考试吗？还是说我只要有这样飞行时数的一个累积之后，我就可以换 P3？像我们在赛嘉，我们就是我们现在的采用的方式都是个别教学。所以个别他在教学，只要他达到次数，我们就随机考试，是随机可以考试。然后你的 P3 呢，你的执照有 P3 的执照以后啊，你摕台湾的米的飞行场都可以这个毕业啦。对，好，那接下来我的第2个问题就是问教练的问题。那你要变成一个合格的飞行伞的教练，甚至可以跟游客一起飞出去的教练的话，那他又是怎样的一个训练过程 ？OK， 这个就比较细腻的东西了。而且现在台湾在全世界里面的一个无动力飞行这一块，我敢说全世界就台湾定的最细腻的。我们分2个部分来谈，第一个部分是教练。那还有一部分就是专业人员，它是属于载飞的比如说商业用途的比如说我们载飞一般的游客的这一种。那现在体育署的规范里面，它是管就是专业人员这一块。像我们要载飞的教练就要经过严格的考验。像我们这个上个礼拜才考完这样的检定每年办一次的国家检定，只要你拿到 P1。到 P5 证照，P5 证照就我们俗称的高级证照。
那再来就是要办理教练讲习，你参加了教练讲习以后，你可以再晋级去考教练，这个就是一般协会里面的制度。那你考上这个教练证照以后，你就可以去教初学的学生，这一块是属于协会的制度。好，那你拥有了 P5 证照以后，你想要从业这样的一个专业人员的话，那你就可以再参加体育署的训练机构，像我们屏东赛家也是一个体育署认可的训练机构。那我们每年都会办1梯次的一个训练，它为期100天的训练，这个就严苛了，他要上3天的课程，上完这3天的学科以外，还要接受100天的集训。100天里面，他要载飞训练80次。那新的规定里面，你载飞也不是在同一个地方去载飞，它还规定你要2个不同的场地，要一个是海风的场地，有一个在陆风的场地，不同的场地去做训练。所以你在100天内要完成这80次的一个载飞的一个经验，你才能够去年底参加体育署举办的无动力飞行专业人员的考证。是这样，100天等于是3个月，3个月，所以说等于也要训练的时间是在归场的哈。对。那同时一共又要分2种，一个是海风海风的地方，一个是有陆上的风的地方。那这个载飞的训练是当时他就是专业人员了吗？还是说他其实后面有个专业人员在看他的操作？没有，都是因为他已经拥有高级证的人，他本身飞行经验一定是够的，对，所以直接就训练。他们学生会负债学生负债是参加的人，他们就是负债。我们训练的就是在专业的部分，就是职业的，就是专门载人的训练是在这一块。所以等于说对专业人员要求真的是很高。对，好，因为其实100天这个3个月的集训真的是，老实说其实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其实他也是为了日后。他拿到这个执照之后，他可以真的开始做所谓的专业的服务的时候，他可以确保我们的旅客的一个安全。对，所以我刚刚说嘛，就全世界可能台湾定的最细腻了。那再来一级就是指导员，好，你拥有了这载飞员的要有1年以上的经历，以后你才能在下一个年度再报训练机构。所以一样的，他专业那个指导员还是要在100天内去完成他教导学生、教导这样的载飞员的100个小时的一个学术的时数，才能达到拥有这个资格去考。那目前这样子的一个训练过程来说的话，是全台湾省的飞行场都有机会办到吗？还是说其实只有少数的飞行场可以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训练课程？像要取得一个训练机构，要经过跟体育署去做一个送件的申请，它有规范。那申请过程，他们还要开评议委员会，请一些专家学者来，我们要去做简报。那他要来评估我们的场地适不适合，有没有合乎这样的规定，再来师资很严格的。所以我说，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有定这样的制度，可以算是台湾第一个了。好，再来就是全台湾目前就北中南刚好3个训练机构啊，那北部就宜兰宜兰，那中部就埔里，那南部就屏东赛家了。前一站面因为有疫情的关系啦那中国人有疫情的时间，能用呀，能入门银行还是个有银行的方，你们会带他们去不同的地方。像疫情的时候，你们怎么去让大家还可以去体验所谓的飞行伞的这样的一个体验？疫情在3级的时候是全面停止的，因为中央政府的政策，它是让所有的活动是停下来，所以我们也是停到8月20几号的样子，才重新开放这样的一个活动。对。但是开放之后呢，你们未来有没有什么想法？因为其实到时候可能会有不大能够去体验飞行伞的啦，或者说你们怎么去推广飞行伞这样子一个对，在这40年来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让我们也非常的震撼因为疫情它是全世界的，对，本来想说台湾应该是会避开这一波疫情，但是忽然间我们料也料不到，就从6月就忽然间爆开了那从这个经验里面，我们深深感受到说，如果
在不能飞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去想其他的方式，让有一些游客能够体验？所以我们就研发出，我们用 VR 的一个虚拟的一个实境，让游客能够在 VR 的世界里面也能够飞行。可是 VR 的世界是很好，但问题是 VR 有时候要强调的就是说啊，当我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我好像也要有那种震动的感觉呀，或者什么之类的。那这部分的有吗？是这个部分哈，因为局限初期我们的经费有限，我们现在在起飞场现在先架构出一个 VR 的一个空间出来。对。那我们简单的先做一个滑轮式的就让游客挂了 VR。跟我们起飞一样的动作，让它有这样的一个深刻的一个，那感受起来就真的是身临其境。那未来我们如果经费会再慢慢的更有经费，我们会把它做得更有坡度的，或是震荡的那些3D 的一个动作出来。因为我知道说，其实很多人去赛嘉玩飞行伞的哈，因为他们也会有那个譬如说吃午餐的问题呀，或者是休息的问题。因为我知道，其实赛嘉附近就是原住民的一个部落嘛。那你们有没有想说，跟我们附近的小农啊，或者是原住民的部落，做一个那种类似像文化上面的一个合作这样的方式呢？赛嘉很特别哈，赛嘉起飞场它是在一个原住民的一个区块。那飞到降落场又是一个客家的一个高速乡的一个范围，我们刚好在2乡之间所以我们现在就结合的 VR， 我们就是现在用 VR 的一个跨界的一个介绍能够跨界的去介绍原住民原乡的部落，再来介绍我们高速乡的特产所以时速游玩够就是我们这一次 VR 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构想，然后借由 VR 去介绍我们当地的。然后从空中去导览，然后它可以实物的从空中去看到我们这样的地方的特色的美。观众朋友看到今日节目，我同阿明姑重要吗？其实因为阿明姑以前唔多敢去比安尼比航站，因为我真的我有些惧高症。但是唐海今日树教练呢，伊的小家也向我都朋友讲，其实我哋政府对我哋呢专业人员啊，我哋教练其实有几严格的伊的要求。同時嘛，喺保護到我哋，喺把伊做飛行集嘅體驗乜嘢的安全。嗰時看完今日節目，我相信觀眾朋友一定想講，嗰種有機會把喺把一定可以飛行集。今天非常謝謝蘇教練來到現場，跟我們講那麼多飛行傘的故事。是，謝謝觀眾哈，希望你們有空可以來到我們屏東賽嘉飛行場來做一個完美的體驗，謝謝你們。